国的八壁高人 Alex Honnold 用91分鐘嘅時間，成功爬起嚟台北101，嘛，互全世界看到台灣。今仔日中晝一台自強號伫南港車站車尾慶宴，閣傳出歹味，代替表示是機械故障，會閣檢修。中國嘅軍事高層又閣有2個人因為涉嫌違法防律官，學者分析是軍兵將有可能是為着要穩定政權。觀眾朋友你好，歡迎收看1月25日AM新聞，我是張曼婷。頭起先來關心這美國的八壁高人 Alex Honnold， 伊今仔日成功爬起嚟台北101，現場是專程直播，嘛有真濟民眾到現場為伊応援。Honnold 用91分鐘的時間完成挑戰，佫佇咧101頂懸翕相做紀念，伊毋但為家己打造新的紀錄，嘛互全世界人看到台灣。美國早起9點，台北101邊海路已經擠滿真濟民眾等你要看，伊是要看美國攀岩專家霍諾德空手爬台北101外牆，要替伊加油。相信他已經做好萬全準備，相信他會成功。就單純想來看爬的過程而已，因為想說這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因為這難得讓那個全世界看到台灣，然後又是101這種最著名的大樓，所以一定要來朝聖一下。霍諾德上有名的就是 Free Solo， 就是攏無用任何的安全裝備，空手爬。這邊爬困難度是佇咧台北101以爬做設計核心，每爬站就小可通出去。敢若是底下的肉同款，而且是小可向外出10到15度。霍諾德爬到一半，小可哮喘。It's like it really feels like we've been here on a climbing expedition, climbing the mountains. Because with the weather swirling and the rain and the wind and everything, it basically feels like I just climbed a giant tower in the greater ranges. It makes the whole experience of coming to Taipei and climbing feel like a grand adventure. 霍諾德愈爬愈懸，下骹的民眾大家替伊緊張。伫爬的時陣，霍諾德看到台北101大樓內面有人甲伊握手，伊也熱情的回應。主辦單位除了全程直播霍諾德爬過程，也個出動無人機、直升機，將每一個過程攏翕起來。You know, I was a little more nervous getting off the ground, and then as I climbed, I relaxed more and more. I was like, oh, this is so fun. I mean, this is why I do it. It was incredible. 無到2點鐘，霍諾德順利挑戰成功，空手爬起哩台北101。除了替家己創紀錄，也互全世界都看到台北101。記者綜合報道。這回爬台北101 ，Alex Honnold 無使用任何工具或者是防護裝備，全部攏是干那靠伊家己的雙手。而且輸當時這風閣真透，規個過程是真無簡單，加在尾也是順利完成。也其實佇咧2004年，法國就有一位爬壁高人 Alan Robert 就捌挑戰過。輸當時因為天氣濕冷，閣靠強風，伊是選擇抾索啊爬起嚟，用4點鐘的時間來完成。美國攀岩專家霍諾德25早起用91分鐘成功空手爬起哩台北101。所謂空手攀登，就是佇咧爬過程無用索啊，也無用任何保護裝備，干那靠體力、技術、甲路線判斷，萬一若失誤，也無保護機制通救。他體力消耗，因為到上面的時候體力已經消耗的，一定比下面的還要來得多，然後上面的風也比較大，所以我覺得他在核心的控制上一定是相對的比較比下面再更困難一些些。不過霍諾德並不是第一個挑戰爬台北101，之前法國的指導人亞倫羅伯特2004年就捌成功爬起哩台北101。不過迄邊因為濕閣冷、風閣透，佇爬過程自頭到尾攏用索啊，上尾用4點鐘才爬起哩。亞倫羅伯特佇知影霍諾德成功爬起哩101了後，也替伊真歡喜。我真的失手滑下來，哎呀，這個繩子還是可以拉住我，不會受傷，不會有事。Free solo 就是挑戰完全沒有這些東西，就是你從頭到尾就是靠自己，對自己的技巧一定要有信心，對，你要有十足的把握去做這件事情。專業的攀岩教練講，空手爬心理的挑戰會更加大，而且諾霍德這邊挑戰台北101，就干那窗仔門徑會當滑，同款的動作一直重複向頂頭爬起嚟，肌肉更加容易感覺疲勞。好加在霍諾德上尾成功挑戰這場耐力消耗戰，那挑戰人類的極限，也互圍觀的民眾加油化讚。記者綜合報道。
代替自强号中昼伫咧驶入去南港车站的时，车尾一直咧呛烟，佮传出歹味。代替表示讲是因为机械故障才会呛烟，会佮拖去检修。也为着安全，所有的乘客嘛拢已经改坐另外一班车。车厢内底暗蒙蒙，停靠伫南港车站。这台原本要对7度开往潮州的125次自强号列车，中昼12点55分开入南港站时，后壁汽车头下面车底呛烟，而且这味臭咸咸。当时车站人员用灭火器甲喷落去，汽车头顶面也有喷灭火器所留落来这白粉。的确有点异味，对，有点臭臭的。如果是起火的话，的确是有点担心。他那个刹车有问题，他觉得冒烟，他用那个灭火器扫着，他在前面还有残留那个白色的粉末。常常翕火车的人讲，虽然当时伫车站启动这排烟系统了后，烟雾真紧就散去，不过现场也是真紧张。也拿铁路警察当时接报了后，赶紧赶往现场协助疏散旅客，加载是无人员伤亡。到场查处及协助疏散旅客，维持现场秩序，无人员伤亡。13时现场已无冒烟情事，经了解为机械因素所引起。代替公司初步调查，后轮机车因为双轮不良，才有呛烟的情形，临时停伫南港站赶紧处理，后续会拖登去检修。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列车顶70位旅客落车换坐125次，并且增加停靠站来服务旅客。这摆故障是代替向日本东芝新买第二机车E500，2024年9月才上线。有铁路的迷众指出，这款第二机车已经不是头一摆故障，也若真拄好，就伫1个月14，代替上山站也发生呛烟意外，也引起下载警报通知，予旅客惊一个。了确临时手扶推的机电设备故障呛烟，加载无造成伤亡。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甲前主席郭文哲今仔日去高雄参加座谈会，互人问到讲，这民众党敢袂派人出来选市长？黄国昌强调讲，在野合作是基本的方向，也若新北市的部分，南北敢有要整合？国民党是表示讲，目前也搁咧瞧。现代放假支持者翕相的是签名，民进党主席黄国昌甲前主席郭文哲25路南参加由前高雄市议员林武凯举办的转型座谈会。由国民党甲民进党市长参选人拢已经确定，并问到是毋是推派人选。黄国昌先批评赖水龙国会表现互人失望，伊佫强调在野合作是基本方向。拉下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应该是大家的共识啊。那赖瑞荣在国会里面的表现，我必须要老实说啊，让人非常的失望。我想我们有一个议员机制啊，未来就是会跟地方选举或者在地方选啊，蓝白一定是有一个合作上面的一个默契。内政甲大头拍正好，民进党无排除国民党甲民进党合作。关志文也是相款的看法，对此民进党参选人赖水龙呛声黄国昌，讲家己做立委期间为高雄争取成业建设经费，为高雄争取了6000亿的重大建设经费，高雄如何建设让高雄更好？我想这才是高雄市民最关心的事项。早起来到菜市仔拜票，甲高雄差不多确定是国民党甲民进党对决比较。新北市长即阵，敢若民进党确定由立委苏巧慧参选，伊早起讲民进党会经由初选的机制打造新北队。要办初选的地方呢，应该是不是那么的多？登记时间原则上应该是在农历年后，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让大家看看我们民进党最强的新北队。北市党部组成地方协调小组在协调，强摘的葡萄不会甜，依据各县市不同，然后达到一个最好和谐团结的方向来进行，不会有特定哪个时间。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也伫协调阶段，除了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现任副市长刘富莲也有意参选。由民众党黄国昌也表示要投入选战，新法度整合成功，会考验两党协调的能力。因为这毋若关系市长的选战，也牵动市议员的选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军事高层又搁传出有人去访律官，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张又杰，佮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立，两个人因为涉嫌违法去访立案查办。即摆中国军委会的高层就敢若剩主席习近平佮副主席两个人尔。学者分析讲，习近平安尼做，真有可能就是为着要稳定家己的政权。呼叫中国海警14533。
并航监控咱海巡人员放上苦瓜，搁在侵了金门限制水域的中共海警船。根据国防部掌握，二是有4台自强机、7台自强舰加3台中共的公务船，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前一天也搁讲，开始今年第3遍联合舰备警船武力恐吓台湾。另外，强军人数也有变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立案审查调查。中共20日咧开政部局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的时阵，就无看到张又杰加张振力，换届迄当阵就伫咧摇。今年75岁张又杰，互人认为是坐伫咧强军的第2位，不能便参加中华边境战争，是少数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加习近平一家伙仔是世交，是正统的红二代。无论谁想把台湾以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61岁老郑的资历也真完整。2023年3月，接中共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回看中共第20届中央军委会名单，包括原本的副主席胡伟东、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政治工作部主任廖华等人，拢先后落台。再加上张又杰加老振东，等是军委高层只敢剩主席习近平加副主席张成明2个人，或者认为习近平全面清洗强军高层，是为了要长久执政。军方的高阶体系很明显的都受到习近平高程度的一个质疑，贪腐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权力斗争，伤害到习近平这个军委主席他的一个权利，那给人家感受到似乎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色彩。在历史上，尽管中共有可能借由外部战争转移内部，但是由于台海的情境不同于越南跟韩国，所以习近平他应该是不会敢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来入侵台湾。专家认为，伫习近平一个人做决策，权力拢伫咧伊的手内，就有可能用对外冲突来加强内部的团结。所以以后台海局势，咱就要正谨慎面对。记者综合报道。缅甸大选展开第3阶段投票，不过却受到外界批评，因为这规个过程拢是军政府咧主导，甚至这反对党的人嘛，拢已经互创掉，敢若剩军方支持的政党，基本上就是稳赢。按算4月就会将权力交予新的政府。缅甸民众提证件排队入去投票所投票。缅甸的全国大选选出联邦议会议员，进前2轮的投票分别伫12月28甲1月11举行。不过这2轮投票率比顶几摆选举的70%较低，只有55%。为期1个月第3轮投票开始，这也是对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的头一摆选举。不过这整个的过程是由军政府来控制主导，参加选举的政党不是规模上细，就是甲军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据专家认为讲，亲军方的政党有加1摆会得到真大胜利。缅甸是军事独裁国家，就伫过去10年中间，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书记当选议员，也阁担任其他的政府要职时，互所谓的文人政府领导。因为这段期间，缅甸将领只好退居幕后，一直到2021年，军方发动政变，拘留翁山书记甲文官政府的官员，政权阁倒来到军方的手内。因为这摆选举，缅甸的反对党毋是被撤销选举的登记，就是被解散。而且军政府也制定特别法，敢宣布排除伫选举的程序以外，所以讲真受到外界批评。နိုင်ငံခြားအတိမပြုတာမပြုတာကျွန်တော်တို့နားမလည်ဘူး။ပြည်သူကမဲပေးတာကျွန်တော်အတိမပြုဘူး။ဒီလိုပဲသွားမှာ。对军方发动政变到即阵，缅甸一直处于真无稳定的内战。全国330个选区内底，超过1/5的选区，因为也是战场，也是已经互反抗军控制，所以讲拢无举行投票。所以讲也互外界批评欠缺公信力。尽管联合国、西方国家也有人权组织也侪摆批评这是军政府为了稳固地位的政治表演。不过，执政的军政府已经投票决定，要把权力交予选举过了后新政府，预告时间可能伫4月。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为着消透急诊的患者，卫福部为去年11月开始试办 UCC， 已经服务超过4800人次。也毋过，因应过年时来急诊的人，会是平常时1.7倍，所以6到13 UCC， 除了为了暝甲初5以外，其他的时间拢有看诊。伫桃园的这个 UCC， 假日开3诊，一个柜台领药啊，一站式的服务，早起就人来看诊。
今天早上就有一个15岁的女孩子都肚子不舒服，后来是便秘的问题，由我们王全国医师亲自来做诊治。去年11月实施的 UCC 6都总共13个据点，到即马已经有超过4800人次看诊，超过4成拢是呼吸道症状，过来是空髓处理。因为今年过年休9天，健保署86亿预算，奖励伫过年期间提供服务的医疗院所，一若13 UCC 除了过年严格随过拢会看诊。我们要怎么办？如果开设之后人来比较少，我们也不要省下来，我们想办法继续把它延长时间，加强项目，尽量给医院跟从业人员能够得到更多的协助。这个春节过后之后，我们也会做一个检讨。那么对于未来更扩大或者变成一个常态性，都在这个评估范围。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讲，观察 UCC 对消涛急诊人伤侪塞车的效果有限，认为资源的配置就要更加谨慎处理。卫生部讲，这嘛是以鼓励方式试办 UCC， 会伫咧半年后滚动检讨，看是毋是要继续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有一个18岁少年人，为着要讨25万的债务，找人去甲这欠债的人押走。不过看到警察到位了后，这个嫌犯是随驶车浪港，当中也是去互警察抓着5个人，也剩的2个人目前是已经掌握行踪。这台黑色的轿车车顶有一块铁皮，也个监视器，停伫破案路家随行路口。警方甲车顶的人压伫咧涂骹，因为因伫咧路的掠人，赛车走警察时阵弄歹停车场的设备。他还没打方向灯，然后直接从门冲过来，停车场的车棚载过去啊。我觉得有时速100多，然后再撞到那个建筑物，这样，所以其实是蛮大声，而且还是先撞完这个，然后一路拖行。停车场的设备被弄甲密密麻麻。第二发生伫咧高雄凤山一个民营的停车场，18岁姓洪的查甫人为了要甲26岁姓宋的查甫人讨25万的债务，24项找姓黄的查甫人等6个人来停车场，想要强压姓宋的查甫人甲伊的朋友上车，看到警察来，赶紧塞车走。黑色自小客车更目无法纪，情急之下撞毁停车场缴费设备，强行冲出。凤山分局随即采取拦截围捕机制，动用优势警力进行追缉，最终成功将其拦截。员警采取强势作为，将车上嫌疑人当场压制在地。这个涉案的人，即马已经有5个人到案。验过这组姓洪的查甫人，甲另外一个主嫌犯姓黄的查甫人伫咧走路，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行踪要掠人。我是看到群主就赶过来了，担心我的车子是被破坏的，因为我的车子是新车。为着民众被惊到，正担心当地治安。25等到案发的现场，看到停车场设备也未修好，警方讲案件伫审后将会依照妨碍秩序、妨碍自由、毁损加伤害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检察官将当起诉。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有民众伫咧校门口违规停车，去互警方举发。不过后来收到罚单的时，顶悬煞是写民众检举。警方证实讲这是行政疏失，嘛已经寄出更正的通知书。不过因为这位驾驶伊确实是有违规，所以也是爱伫咧期限内起立罚单。有民众伫彰化县河美镇新庄国小学校门口违停，随后收到罚单一个看，违规的事实写民众检举案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开罚900块。不过由于这个违规毋是民众会使检举的项目，所以民事法文即期警方开唔到，引发其他民众议论。这证明就警察开单，家己电脑可能做了唔对，看伊讲讲这个是前起查的检举的，安尼。我是感觉吼，伊脑筋吼检唔掉啦。你明明都甲你开的，都甲你开到啊，那无路去别人开，那是真毛。河美分局讲，学校门口违停事件发生伫今年1月7日，警察接到检举通报来到现场看，现场翕相了后，等去派出所上传这单，需直接举发，只是罚单、选写资料、误写时民众检举，其他举证内容甲时间拢是正确的，已经寄出更正通知书，民众议员必须伫期限内底交这个罚款。只是在进行举发的过程中，然后就是因为远景的误指所以那个选项就是选到民众的检举案件，然后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已经有依照规定寄发
更正通知书。根据中华警方统计，去年总共受理民众交通违规检举123826件，经过审查成案的有78787件，大约占64%。检举项目亦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违规驶入来车道、无遵守道路交通标线指示为主。另外，民众若是要及时掌握是毋是防检举，会使申请交通违规检举的简讯通知服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民雄有一间二手册店，因招中正大学的学生来教弱势家庭的囡仔读册，希望透过学习，互这囡仔嘛会当对因的未来有希望。只要写3路的，国立中正大学的学生利用无上课的时间来教国小的囡仔读册。民雄这间二手册店为了要照顾弱势家庭的囡仔，办理一个对一个家教课程，才唔拿卖册。册店内底每一个桌啊，拢是学习甲服务的日程。大2的时候，就是学校有跟这边合作，然后就是服务学习。那时候有来，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在学校听不懂的问题来问这老师，他会用很简单的方式就让我了解。就我感觉这老师都很厉害，很棒。这间册店的创办人。较早捌是台北世贸旅馆的馆长，退休了后，倒来故乡民雄。伊注意到地方弱势家庭囡仔欠缺学习资源，这14年来，已经募集训练超过8000名大学生，协助超过2000个弱势家庭的囡仔完成大学的学业。双低是什么意思？家境经济不利的，成绩裸高高的才能到我这个地方来。伊这点囡仔吼，简单说，因兜吼无餐无饭啊啦，甲村人甲帮忙进门，对他有。未来有希望。他有问题，他比较会能够去说，去问这个姐姐啊，他们就是不会有那种压力嘛。从一开始可能不太懵懵懂懂的，然后后面就是慢慢的有看到他成绩或是学习的状况有比较认真了，就会蛮欣慰的。创办人表示，伫家己的民雄、义德、有高雄、甲新竹拢有据点，因逐档拢爱开清华班，弱势学生为国小甲高中拢有。目前逐礼拜有超过800名学生甲志工老师，希望会当透过这款免费一个对一个补救教学，用知识来改变善社的环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报你知，礼拜甲拜一2天的天气有较稳定，各地回温。也毋过因为辐射冷却的关系，早暗的温差会较大。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先来看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为16度到26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为14度到21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